台北市一间高中的学生伫校内互学生摕刀堵死亡的案件，今仔日早时有60个线顶网友到立法院头前为这个受害学生哀悼。院也强调现行少年事件处理法，互18岁以下犯罪的少年人，伫犯罪处分也是结案一段时间等条件以后，通取消监考。因认为这个制度应该要做调整。 为新北高中生的默哀，要挖60位的网友是家己来到立法院正门头前，伫咧便利贴是写着囡仔安心上课，准的交互阮来，阮未放弃的心声。郭小姐甲被害学生捌住同一个社区5年，看到新闻是感觉遗憾甲生气。我觉得很难过，是因为他再过5个多月就可以参加会考，就可以考上很好的高中，以他的成绩就可以远离这些猴子。 然后就很可惜，为什么？然后我非常生气，为什么这个部分学校有这种漏洞？想到被害学生的正义甲个性真好，郭小姐是几落届要哭出来，认为一层一层的漏芳，才互这个无好的代志发生，有真侪所在爱检讨。杨善是讲，代志发生了后，大家拢在讨论，希望可以是。 有条件的去涂销，就是比方说，如果好他犯下重刑案，也许重刑案不能涂销，又或者是他看他在少年监狱里面的表现。总调集人强调，把少年的保护伞摕掉，会当避免互恶徒利用，犯搁较大的错误。代志发生了后，敢若教育部提阴影，无法度接受。 对学生来说，他有约束力吗？学校的学务处人力是真的充足吗？他们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吗？这也是我们很质疑的一部分。市长则讲，包括离校的妇幼甲客族家庭，其他公部门拢无回应，所以这个月14会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加平台来发联署，请政府全面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